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再次啊，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这个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这个上帝让这些埃及的军兵全部都灭在红海里面的时候，这个摩西的祷告就是这个：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的上帝。所以我们常常说，上帝的属性是什么？上帝有什么特性？就是在这里。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啊！好，我们再来唱另外一首诗歌，复习一下23。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个也是圣经的经文啊。耶和华所定的日子。23首。23首啊，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23，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一起唱预备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再次来。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最近因为这个电视上很多报道那个英国的王室国王的那个一些的事情，因为这个英国女王刚过世，所以各位看到那个英国的王室其实他们平常的日子跟那个他们定时要跟那个百姓见面的时候
是不太一样的啊。平常的时候，可能那个搞不好英国女王她要牵2只狗出去玩，她听说她有2只那个柯基犬啊，然后她还绑着头巾，好像一般那个妇女一样啊，跟出去这个放狗。但是当她要戴上王冠，然后或是穿上那个朝服，要在她的那个台子上面要跟所有的人见面的时候，那个是特别的日子，特定的日子才可以在那个时间跟女王见面，所以那个是叫做特别的时候。所以当你要跟女王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朝见她的时候，好像是在这个所有的人都要这个跪拜这个国王，那个很庄严的时候。但是平常日子就是很一般般的啊，所以你就会发现，上帝跟我们也是一样，平常我们每一天跟上帝有美好的相处跟见面，但是当上帝所定的日子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要来朝见上帝的时候。所以上帝所定的日子，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所以让我们可以学习特别的时刻，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同样的对象，但是在不同的场合跟时间就是不一样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一天劳碌工作之后，我们能够在晚上休息的时刻也拨出时间来，愿意来学习跟遵守你的话。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帮助。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进入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走当行的道路。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还是一样，照例要来复习一下这个圣经目录请我们一样来翻开这个圣经目录歌，第1首的左边，圣经目录歌。好，我们来唱一下圣经目录歌，恢复我们的圣经目录的记忆好，我们一起来唱圣经目录歌。一起来唱圣经目录歌，一起来唱这个旧约一起来唱来。创世纪出埃及，利未民数记，申命记约书亚，士师录的记，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记。尼西米、以斯帖、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书、约珥、阿摩斯、俄巴底亚书。哈巴谷、西番雅、该书、撒迦利亚、马拉基书。好，所以创世纪到马拉基书，这个是旧约在这个范围的里面。好，我们再来唱新约新约马太、马可，来接唱对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罗马、哥林多、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腓利门、希伯来、雅各、彼得前后书、约翰3书、犹大启示录。好，所以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总共有27卷所以旧约39，新约27，总共加起来是66卷。这个我们叫做正典正典就是正式版本的这个圣经好，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今天应该就历史书就会上完了所以各位其实我们的进度还算是蛮快的，但是也是还在就是需要赶课的当中。我们如果希望11月中旬的时候就可以上完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赶课好，所以我们请大家来翻开
我们的课本，我们要继续来往前走了。好，请大家来翻开尼希米记114页。好，我们上次最后提到的人叫做以斯拉。以斯拉，我们一直有提醒说，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他也是一个祭司。文士跟祭司，所以他是双重身份，就是他的文学各方面是很好的，他同时又是一个祭司，教导百姓这个祭祀的人。好，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尼希米，好，他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领袖。好，尼希米他是当时的省长。因为当时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国都被灭掉了，还记得那个时间点吗？以色列是721 BC 啊，然后那个犹大国是586 BC 啊 ，BC 就是 before Christ， 在基督之前的啊，在基督降生前的721年的时候，这个是以色列灭国了。好，然后586年的时候是犹大国灭掉了。好，所以这两个国家就在这个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后来就被收编为几个帝国的手下啊。灭掉以色列的是这个亚述帝国，亚述啊。好，灭掉犹大的是巴比伦。但是巴比伦把亚述灭掉，对不对？那谁灭掉了巴比伦？就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又把巴比伦给灭掉了。好，所以这个有人讲啊，有人在的地方就是江湖，你怎么对人家，人家就怎么对，对不对？啊，所以亚述把人家灭了，对不对？那就有人一定比他强了，又把他灭掉了。巴比伦就把他灭掉了，对不对？好。那巴比伦号称世界最强的国家，在当时的时候，都知道第一个有空中花园的国家就是这个巴比伦啊，曾经有叫做世界7大奇景之一的一个很有名的帝国。好，那就是谁把它弄成那么样兴盛，就是那个灭掉犹大国那个尼布甲尼撒。好，但是我们如果后面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在他最兴旺的时候发疯了，啊，那为什么会发疯？因为这个圣经里面说，上帝就惩罚他，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认为他自己是最强、最厉害的，啊，所以就灭掉了。啊，后来波斯把巴比伦也灭了，啊，所以在什么时候这个犹太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啊。那回到家乡的时候，最早盖圣殿的人不是以斯拉，不是他，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了。最早盖圣殿的人叫做所罗巴伯，这是第一任的犹太的省长。好，然后他们盖完了圣殿之后，中间有波折，就是因为后来人家说他们要造反，所以停工一段时间。后来在这个小先知书里面有2个很重要的小先知，哈该跟撒迦利亚这2个小先知，鼓励这个所罗巴伯要继续把圣殿盖起来，啊，所以后来圣殿盖完了。好，那圣殿盖完了，只是盖这个礼拜堂，对不对？好，那在软体工程上是谁在做事的？就是我们今天前面讲的这个以斯拉。好，所以请在以斯拉记的上面写软体。好，然后在今天我们要上课的这个尼希米的前面写硬体。好，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解释？一个是进行软体工程，一个是进行硬体的工程。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圣殿盖好了是盖好了，
但是呢，人的心里面的圣殿需要重建，所以以斯拉他们回来的时候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做内心的圣殿重建的工作。好，所以那时候没有人会读律法，或是没有人会教他们怎么敬拜上帝，所以祭司回来就很重要了。啊，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对不对？祭司他是有祭司的背景的，所以他回来带以色列人回来敬拜上帝，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好，那尼希米回来做什么？尼希米是来盖墙的，盖城墙的。啊，你光有礼拜堂。你光有这个读圣经的人、教导圣经的人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外面的围墙没有围起来，很有可能外族会入侵。好，所以必须要有人去盖这个城墙。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分工的状态就是以斯拉是管软体的部分，尼希米是管硬体的部分，但是他们两个有一起合作。所以这个软硬体一起合作的时候，就把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这个国家民族做了结合，加号信仰跟民族做了结合，一个管外面的，一个管里面的。好，所以两个人一起合作，把整个以色列民族给稳定下来。所以这个是这两位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以斯拉负责教导这个群众百姓上帝的话语，所以除了有礼拜堂以外，教导上帝的话或是传扬上帝的话，这是祭司一个很重要的责任。礼拜堂固然重要，但是事实上在圣殿内心的圣殿的那样的一个建立是更加重要，而且是更困难的。外在的礼拜堂容易盖，但是内心的礼拜堂不容易盖啊。好，然后尼希米为什么要盖城墙？因为没有城墙，没有墙就等于没有屏障啊，所以没有屏障的时候，外族人就很容易入侵了。好，所以当时他们最大的外族人是什么？一群这个叫做我们看一下哈，在尼希米记里面有一群外族人，撒玛利亚人，在第3行的地方有没有？114页，耶路撒冷城没有城墙保护，受到撒玛利亚的外邦人欺凌，然后这个尼希米就跟上帝祷告，希望他可以回到他的家乡。好，那背景是什么？那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因为是跟外族人混血的，好，各位知道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会被犹太人给怨恨跟撇弃？因为他们，当时叫做混血儿。什么样的混血儿？现在不会对这个部分有歧视，但是以前这个混血儿是有歧视的味道。为什么？因为以前的这个以色列民族，他们跟外族人通婚之后，被留下来在当地的地方，就在撒玛利亚的地方，这一群人就是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新约里面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势不两立？因为他们通常会认为说这个叫做血统不够纯正的人。好，所以其实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称撒玛利亚人叫做狗。所以记不记得耶稣曾经对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其实那个是对当时的这些的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歧视的语言，因为当时的人对撒玛利亚人有这个歧视语言。耶稣用这个不是歧视，他是用这个当时的人听得懂的那个意思。你看这些人他们怎么可以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后来耶稣要表达的就是，连这个你们所歧视的人都这么有信心，那你们这些上帝的儿女为什么会没有信心？啊，所以其实耶稣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所以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希望要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合并，
合并什么？合并成这个我们就一起然后一起来盖，一起来参与。但是当时的尼希米他们这一批人认为说，这些血统不纯正的人也会把不纯正的信仰带进这个国家里面，所以他们拒绝这些人。那你拒绝了人家之后，所以这些人就变成是你的敌人了，就变成是你的对手所以后来这个尼希米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请大家看一下这个部分，一直常常是很多人拿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就是解读了就是在倒数第7行这边，尼希米返回耶路撒冷后，兴起人民，一面抵御外侮，一面建立城墙，花52天的时间。这是一个世界的奇迹，就是花52天的时间把城墙盖起来。那盖的过程当中其实是相当惊险的，为什么？因为一边盖的时候，这个尼希米记的形容是他们一边盖城墙，一边要拿着武器。比如说我如果扛那个大的柱子或者是砖块的时候，一边扛着一边要拿着一把刀在旁边。为什么？因为那些就是外族人，他们通常会趁着你在工作的时候就突袭你或是偷袭你所以他们必须要拿着刀剑，然后一边工作一边的这样的一个去防卫这个工作。所以他们花了52天的时间把这个工程给完成了，而且是在犹太人他们被掳之后归回了这个第3次的回归之后，就是由这个尼希米带一群人回来，然后再加上原来的人把他们盖起来。所以尼希米担任犹太省长12年的时间，然后又回到自己的这个王的身边他是担任九正的。他是亚达薛西王的九正。九正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来帮那个皇帝试酒的。还有就是来品酒，就是品说这个酒是不是好喝，或者是好或不好喝的，或是品一下说这个是什么几年份的东西的酒的这个人。那通常这个人就是皇帝信任的人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皇帝每喝一杯酒，这个人要先帮他尝一下，看看他是不是有毒或者是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好喝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酒政。所以他跟他的政商关系是很好的。然后他曾经当过12年的省长之后，又回到这个波斯王那边去，然后又再回来。所以这个是他晚年的时候，他写成有点像是他的日记，他把他的日记写成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尼希米他为什么52天就把城墙盖起来？其实他很聪明，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城里面，东西南北各4个地方，他们有不同的这个支派或是这个叫做家族，在这个城墙外边住在城墙外边，所以他们利用这些的这个各个这个家族的势力，把他们的房屋盖起来，又把城墙盖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见，如果我的房子在很靠近城墙的地方，那你觉得他会偷工减料吗？不会，对不对？我家就在这边，然后外面城墙外就是敌人的地方，所以这些家族他们就很用心的帮忙盖这个城墙。为什么？因为这个住的地方跟我的城墙是很接近的，所以城墙稳固，我的家就稳固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快的把城墙盖起来？因为每一个家族他们都有分配在住的地方，那住的地方把它连接起来，城墙把它连接起来，就变成很稳固的一个城墙。所以其实那个是这个尼希米很聪明的地方。为了不要让这些人这个叫做偷工减料，或者是叫做中饱私囊，因为这个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利益在，所以你要让他们愿意掏钱出来，还要把这个自己的城墙弄得很好，就是这个城墙就在你家这个隔壁所以这个墙是保护你家的，所以你不把它盖好，就没得保护你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
来让这些的家族愿意能够来投入这个部分啊。好，但是盖城墙并不是都是容易的，请大家看一下115页。好，115页它其实有内部跟外在的压力啊，有内在压力跟外在压力。盖城墙其实还好，但是内部压力跟外部压力是什么？请大家看一下第4，外来的压力。好，尼希米建城墙的时候，受外邦人的讥笑恐吓，但是尼希米让建城墙的百姓武装自己来抵御外侮。这个是刚刚提到盖城墙的时候，他们要一边拿着建材，一边要拿着刀剑要来保护。好，第5个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攘外要先安内，对不对？其实内部也有压力锅。这个压力锅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第5的地方。好，百姓埋怨工程浩大，民生凋敝。好，尼希米便劝犹太人不要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且自己尽力的供应许多百姓的缺乏。好，那按照这个尼希米记里面的说法，就是每一天这个要吃饭，必须要杀掉10几条的牛，就供应这个工地的需要。然后大家还要一起吃饭啊，然后这个尼希米还要吃这个跟百姓一样吃什么他就吃什么，然后跟他们一起工作。但是呢，刚刚讲说内部的压力是什么？因为有一些有钱人，他们会从中做一些的克扣，就是他们做工的时候不是那么样的认真跟用心，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压榨工人，比如说我不想出这个劳役，他可能就买谁来做这个部分啊，比如说这个给谁钱，然后让他来做这个劳役的工作，所以内部的压力也有，还有包括像有的人是不给工钱的，比如说这个他请人家来帮忙，照理说你请人家帮忙，你要付人家工钱，那有的人是取利，就是不给工钱，然后但是一样要求人家要做啊，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尼希米常常在斥责这些的，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你可以花钱去买人家来做这些工程，但是自己却一根手指头都不愿意动，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状态。好，那城墙盖完之后，刚刚提到了，他除了做硬体工程，他还有配合做软体的，请大家看一下116页，他找谁来读律法？找以斯拉。在第2的地方有没有？大的2，重建百姓的第2，宣读律法，奋兴百姓。好，所以祭司以斯拉向百姓宣读、讲解律法，感动众人，使众人的信仰得到奋兴。这是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盖完城墙，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把内部的这个信仰给建立起来，所以宣读律法，奋兴百姓。那他们还有做人口普查跟调查啊，所以你看，像第1，重合人口及支派，还有在那里认罪祷告，跟上帝立约，所以他们重新开始又过逾越节，又开始在那个地方开始过这个节日啊，然后还有奉献城墙的奉献礼，他们把城墙盖好，奉献给这个上帝。好，那但是他跟这个跟这个以斯拉一样，就是他们都共同做了一件名留千史，但是也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把这些外邦女子都给离掉了。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也许是他们的一个当时不得已的做法，但是这样做也是等于伤害了在情感上的婚姻上情感上的一个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后来也留下很多的不太好的一个祸根。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对尼希米的部分啊，所以一个是软体工程，一个是做硬体工程，然后2个一起合作，把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给建立起来。如果是以教会来看的话，比较像是牧师跟执事们的一起的合作。所以其实千万不要去小看牧师跟执事们的这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合作。执事在教会里面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因为
所有的设备设施，所有的这些的这个硬体上面的建立，这个需要靠执事们的帮助。那在软体的部分，在信仰的教导上面，需要靠传道人的一个配合跟配搭。所以教会不能够只有传道人，也不能只有这个执事或长老，不能只有这样，就是要互相的配搭，软体跟硬体要互相的能够搭配跟协调。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里面去学的一个功课，不是只有哪一个很重要，是两者都重要。建立外在的圣殿跟建立内心的圣殿都是同样重要。好，到这边可以吗？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进入最后一卷的历史书，叫做《以斯帖记》。但是要请大家先看一个图表，请大家看120页。好，这个图表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它把这个谁什么时间回来，然后谁什么时间回来，这个时间安排都已经把它做一个排序了啊。好，请大家看一下这个120页这个图表，可以转过来看啊，可以转过来看。好，重要的事迹，波斯灭掉巴比伦，这个是在古列王的时候，就是那个但以理的时期的那个国王。好，然后这个古列王招数要求要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犹太人回自己家乡啊，这也是在古列的时候。好，那什么时候停工？就是在这个有2个国王叫甘拜斯跟士马特斯的2个人的时候，这个都是在以斯拉记里面有提到啊。所以最早回来盖圣殿的是这个所罗巴伯，那盖到一半的时候，后来停工了。好，那停工了之后就继续的完工，就是在这个大利乌一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们就继续的工作。所以这里面有看到有没有？先知书里面有一个哈该书，哈该跟撒迦利亚，他们鼓励了这个所罗巴伯，然后把这个圣殿给盖完了。好，那以斯帖在什么时候？就是在下面这个大利乌之后的这个亚哈随鲁这个国王的时候，亚哈随鲁王，好，他就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薛西一世，这个人，好，所以是这个国王的时期，是以斯帖当皇后的时候。好，那以斯拉是什么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是在下一个王叫亚达薛西一世的时候，有看到吗？啊，所以以斯拉是在西元前458年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谁比较晚回来？是这个尼希米啊，尼希米比较晚回来，所以圣殿盖完了，然后圣经也读了，然后最后盖这个围墙是在尼希米的时候。好，然后最后一卷先知书马拉基书也是在这个时期，就是亚达薛西一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尼希米的老板了。尼希米的老板的时候，好，所以这样年代表大概有一个概念了，有没有？啊，最早回来的就是所罗巴伯，然后盖完圣殿之后，就是以斯拉他们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但是这个中间就是以斯帖的时候，然后以斯拉之后就是尼希米回来盖围墙，然后邀请以斯拉跟他一起同工，这个是这个表的内容。好，所以这个表就帮我们大概理清楚，知道说以斯帖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啊。好，所以我们要来进入这个历史书里面的最后一卷，叫做《以斯帖记》。好，那以斯帖它原名不是叫做以斯帖啊，请大家看一下《以斯帖记》里面。它的这个
堂兄叫做末底改，有看到吗？所以其实他跟这个末底改是堂兄妹的关系，他其实不是末底改的侄女，但是因为这个末底改收养了以斯帖啊，所以就后来就变成是用这个身份去选妃啊，这个亚哈水鲁王就透过这个来选妃，因为他的太太不听话，所以他就后来就把他的太太给休掉了。他休掉之后没有皇后，那怎么办？啊，就是变成就是找这个各个地方的人来做这个他的后宫啊，来做他的后宫。好，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发生的一个在宫廷里面的一个事件。所以为什么以斯帖后来变成是皇后？她本来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后来因为选妃的关系，就进到皇宫里面去，好，所以那时候因为以色列人是一个叫做不是很被看好的民族，所以这个末底改就告诉这个以斯帖说：“你进去的时候，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这个以色列人啊，或是不要让人家知道你的身份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人的一个状况，因为民族比较弱小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事情会发生，所以尽量他们都不让人家去知道他们的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或者是身份，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情况。好，他的原来的名字叫做哈大沙，你大家看一下，在以斯帖记的2章第7节，如果有圣经的话，以斯帖记2章第7节，这里就提到末底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其实就是抚养他的这个堂妹了叫哈大沙。因为她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后，末底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所以，可能虽然是堂哥，但是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好，所以请大家看一下背景的地方，它是在这个第一次归回之后到第2次归回的当中的这个记录那这个也是在当时波斯帝国的一个宫廷里面的内斗跟斗争，所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哈曼。那哈曼他是哪一族的人？他是亚甲族。他是亚甲族的人那可能各位会想说，那亚甲族又跟那个以色列人又有什么过节吗？各位知道，如果他是哪一群族群的那个人，就会知道了。他们是这个巴比伦民族组成的民族之一所以其实是跟犹太人是为敌的，所以这个亚甲族的这个哈曼捉到机会，他当宰相的时候，哇，完蛋了，你们这些犹太人就准备等死了那特别有一个人对他最没有礼貌，就是这个末底改当这个哈曼出去走路这个行事的时候，所有人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只有那个末底改就站在那边动都不动。你这个人是轻视我吗？你这个是看我不爽吗？所以他后来这个哈曼仗着他被国王信任的这个缘故，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告诉国王说，有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是桀骜不驯的，这个民族是这个不好管的，可能对你的国家统治会有影响，所以是不是找个时间把这个民族给灭了？因为你的国家很大嘛，所以少了这个民族没有关系的。
所以以斯帖这个时期是一个关键期，就是这是一个灭族行动。他们现在过的那个普珥日，其实是在做一个灭族行动。本来别人是要把他们灭掉的，这个哈曼本来是打算要把他们灭掉的。那定的那个时间，普珥就是那个叫做丢骰子去决定时间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丢了那个时间，叫做12月份的时候，类似我们现在的大概年底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灭族行动就是什么？就是当那一天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就准备等死。那一天，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就可以被这个国家里面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的掳掠、烧杀、抢劫，都可以。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灭族行动啊。好，但是呢，这个以斯帖她成为皇后之后，她得到这个国王的欢心，好，她成为这个皇后，所以末底改知道这个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他去求助谁？求助那个在皇宫里面的这个以斯帖。好，但是各位如果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其实这个女生很不简单，为什么？因为她当皇后，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她已经有1个多月没有见到她的丈夫，没有见到国王了，表示国王大概1个多月没有去宠幸她了。她其实。当时的人会认为说，如果国王不再找你的时候，表示有可能你会失宠了。啊，那这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为什么？因为这个哈曼准备要灭掉犹大族群，那末底改又是一个很硬的人，他不愿意跟这个哈曼低头，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在守在王宫外面，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叫如上考妣。那如上考妣的时候，他们的做法都是什么？叫撕裂衣服。所以你如果看圣经里面形容说他们撕裂衣服，然后披麻蒙灰，意思就是他们在那里很痛苦、很哀伤的时候。好，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末底改就告诉这个以斯帖说：“莫想你现在得到这个位分，就是为了现在这个时候。”所以他其实给这个以斯帖一个提醒，就是你的身份跟位置跟角色，在那个位置上面绝对不是突然的。上帝今天把你放在某一个位置，放在某一个地方，不是突然的，是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发生，而且跟你有关，所以你必须要扛起责任来，为这些犹太人去奋斗跟奋战。好，所以这个对应我们现在也是一样，上帝今天把你放在某一些的位置上，上帝今天把你放在某一些位分上，包括把你放在一个当父亲的角色，或是当妈妈的角色，这个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莫想你现在所得的位分是为了某一些的事情要做预备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现在被安排的某一些的位置或是身份，这些都是将来有一些事情会发生。而且是跟你有关系的，所以透过这个末底改就提醒了以斯帖，叫他要注意这个事情，因为你的国家要灭亡了，你的民族要灭亡了，所有的这些族群都灭亡了。他说你也不要以为你会好过，因为别人也会知道你是犹太人，你也不要以为你身在王宫里面你就不会有事的。好，所以这时候以斯帖就请这个末底改做一件事情，说请他们招聚这个百姓为他禁食祷告3天，他也要去冒一个险，就是他要去跟国王见面啊。所以如果你看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就很精彩，它里面虽然很少提到跟上帝有关，但是这个人的勇敢是因为他为了他的族群，他愿意能够为他的族群去牺牲，他愿意按照上帝的话去做，去拯救他的百姓。好，所以这个以斯帖他就这个禁食祷告完之后，他就刷牙洗脸啊，整个都整理好，他就去见国王了。那当时见国王不是随便可以去的，所以王后要去见国王，如果国王没有给你抛出橄榄枝，他们其实有一支棍子，就是国王如果给你抛那个他的权杖的时候，表示国王邀请你跟他在一起。
所以国王如果没有抛这个橄榄枝，很有可能你就是叫做被打入冷宫了。所以这个以斯帖他冒这个险，就是他要去到国王的面前，然后国王跟他抛了橄榄枝，让他可以到这个朝廷里面来，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要什么，就连我国王国的一半都可以给你。这个国王很大气，然后这个皇后她就跟国王说，明天的这个时候，请你跟你的大臣这个哈曼一起来让我请客。然后他其实他已经在预谋一些事情了啊，让我来请客。好，然后这个哈曼他心里面很高兴，他说：“你看，不但国王赏识我，连这个王后都要邀请我去吃饭。他觉得他已经到那个人臣的极致了，就是已经这个国王王后都是很欣赏我的。好，可是他一出去又看到那个谁，看到那个末底改又站在门口，又不跟他敬礼，所以他心里面很火。他就跟他的家里说什么？家里面立几根柱子，几根木头柱子。这个等我去吃完饭回来，这个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把这几个人都把他吊死。他准备要把这个末底改跟他的这个亲族全部都要吊死。好，然后呢，这个王后请国王跟哈曼吃饭，第一天没事，然后一样国王就问他说，那你到底要什么啊？你如果要我王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啊，哈。然后这个王后说，明天请国王跟哈曼再来一次，我再来请你们吃饭。好，所以这个哈曼就觉得，哇，你看这个上天太眷顾我了，对不对？这个末底改，但是看到末底改就很晦气啊，所以他就这个很讨厌这个末底改。等到他晚上回去的时候，当天晚上国王辗转难眠，没有办法睡觉，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情，叫他的那个侍从官读日记给他听。最近到底发生了哪一些事情？他想说读一读那种很烦的事情，大概就可以睡着。结果读到一段落说，有2个太监本来要刺杀国王的，后来是因为末底改去告状，所以以至于国王没有被杀死，所以保全了性命。然后这个国王就问说：“那这个末底改有赏赐他什么吗？”那这个侍从官就说：“没有啊，都没有给他什么东西。”好，所以国王那时候就紧急召见谁？召见那个哈曼，这个宰相哈曼，然后问他说：“如果是国王所赏赐的这个看为重要的人的话，应该要怎么报答他？”好，结果这个哈曼就自以为聪明，他说：“那就让国王骑的那个马，就给这个人骑上，然后身上要穿着国王的朝服，然后给他戴上王冠，然后告诉所有的百姓说，这个国王所尊重的、皇帝所看重的人，就是要这样对待他。”好，这个哈曼觉得哇，应该这个人就是他自己了啊。结果后来没有想到，这个国王就跟这个哈曼讲说：“那你去把那个外面那个末底改抓来，就坐在我的马上，然后给他穿上朝服，戴上王冠，然后你就牵着马，然后告诉所有人说，国王所看为宝贵的，就是要这样对待他。”所以各位，这个刚刚讲说出来玩都是要还的，知道吗？所以这个后来为什么哈曼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应该是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结果后来反转过来了，翻过来，结果是他看为那个不好的末底改，反而被成为皇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要的贵宾了所以后来这个当然哈曼回去就不爽，结果哈曼的太太问他说：“你到底是不爽什么？”他说：“那个末底改的事情。”结果他的太太居然跟他闹了一句说：“如果他是犹太人，那你绝对赢不了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冒了这句话出来。结果后来果真第2天的时候，这个以斯帖请国王跟哈曼吃饭的时候，那以斯帖就在国王面前就讲，他说：“请国王救救我的家族，因为有人要害我。”那国王就听了很生气，谁敢害我的王后？然后这个以斯帖就说：“就是这个哈曼。”所以后来国王就很生气了，就离席了，离开了。然后这个哈曼想说：“糟糕了，大难临头了，那怎么办？”所以他就这个跪在以斯帖的身边，然后抱着他的大腿说：“啊，皇后啊，饶命饶命！”
结果后来国王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哈曼趴在他们家太太的大腿上，他就气死了。他说：“这个居然羞辱我的太太！”把哈曼抓起来就抓去这个处刑了。然后听说他家里面那几只木棍本来是要处理那个莫迪改的，结果后来就说把他们都家族全部吊死，就吊在那个木架上。所以他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点像我们华人常常在讲说那个叫什么这个报应就是你做的事情就报应在自己的身上了所以后来这个哈曼变成他就被处死了，然后他的位置是谁顶替的？就是那个莫迪改。好，那可是国王发出去的命令怎么办？这个要灭族的事情还是一样啊。好，所以后来这个国王又做了一件事情，加鞭快马，就是立刻再做一个命令，就是到这一天的时候，普尔日的时候，以色列人可以起来反抗那些要屠杀他们的人，甚至可以抢夺他们的财物。所以后来这2天的时间，普尔日，请大家看一下，普尔日的时间就是他们后来可以成为这个翻转的日子，在119页的第5的地方。犹太人每年的12月14号跟15号2天叫做普尔日。好，那这2天就是本来他们是要被灭族的，可是后来却是他们可以叫做翻转的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什么？叫逆转胜，有没有？有听过这个词吗？逆转胜就是本来你应该要被灭掉了，结果后来反转了，变成是要灭你的人被灭掉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也对我们的信仰要有一个认识，就是上帝必然保护相信他的人。所以看起来我们好像暂时受苦，但是上帝必然报应在那些让我们受苦的人身上。所以千万不要去小看因果报应，其实在教会里面，在信仰里面，我们的信仰里面也会讲。但是我们讲的因果报应跟佛教讲的因果报应不一样。我们讲的因果报应不是那个你前世怎么样，然后现在呢不是，是上帝是赏善罚恶的，他知道公义在哪里，他知道公平在哪里，所以上帝的赏善罚恶是那些要害我们的人看起来好像是嚣张的，但是后来上帝必然逆转这样的情况，让人看到这才是上帝的作为。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本来这些人没有救了，本来应该要被灭族了，但是上帝逆转了，把这个事情给逆转过来。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叫逆转胜，意思就是在人想不到的地方，上帝居然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后来他们就定这一天叫做普尔日，意思就是这一天就是他们得胜的日子。所以每一年这个他们的12月14号、15号这2天叫做普尔日但是请各位要了解，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过普尔日，所以不会有特别有一个日子叫普尔日给你过，没有那只是这个时间就是犹太人他们会过，就是他们跟他们民族有关的，跟他们民族有关的。他们大陆有种茶叫普洱茶。跟那个不一样，跟那个不一样。不过我刚刚讲说那个普洱是他们可能有点像丢那个骰子，丢骰子的意思就是去抽签决定哪一天。所以本来抽签是要，他们那一天要准备要被灭族的，可是后来上帝逆转了这个时间。那容许我用一个比较更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常常跟很多人讲说，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听得懂意思吗？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也许你可能受到逼迫，也许你可能受到患难，也许你可能受到人家的伤害，但是没有把你灭掉，没有把你杀死的话，你将会胜过那个杀害你或者是侵犯你的那些人。没有杀死你的，反而让你更强大。你看那个，有一种东西叫小强，知道吗？那个蟑螂我有一件衣服叫做小强精神，它意思是什么？杀不死的。为什么？
你看，我们人类发明很多什么 DDT 啊，很多那种药剂要杀这些的昆虫，有没有？后来它们都会产生什么抗药性？你喷它再多，它就是不死。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有抗药性了。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信仰的宝贵的地方，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那些要逼迫、要害你的人，虽然他们可能势力很强大，但是他们没有赢过你，反而你要赢过他们。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上帝的作为，上帝常常在以色列人身上做逆转胜的工作。如果以现代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叫做60年前也曾经发生过，70年前也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都知道那个以色列人要复国的时候，他们曾经有过这个所有的阿拉伯国家要围攻这个以色列。你可以想象，你几百万人要对抗将近1亿人的那个阿拉伯国家。但是上帝一样让他们在6日战争当中可以逆转胜，所以那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更强大。所以你看现在，虽然以色列周边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但是没有人敢动它。你射几颗飞弹来，我就射几颗过去。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强大的地方。他们对于他们能够拥有保持现在这个国家地位，他们是相当珍惜的。所以，其实换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能够保有这个台湾这块土地，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去珍惜它？虽然外面有强敌，但是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坚定，不害怕？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啊。好，到这边可以吗？这个是以斯帖记，所以历史书上完了，各位。但是不是以色列的历史到以斯帖结束？不是哈。中间有一个叫做400年的沉默，请大家看一下刚刚那个图表，有没有？120页有一个沉默的400年，请大家标注在这个马拉基书的后面那个灰色的地方。沉默400年。也就是这400年的时候，上帝没有对以色列人在说话，因为说的话已经够多了，就是上帝已经给以色列人的这样的话语到马拉基书为止。所以马拉基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好，各位，我们休息一下10分钟啊。